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6日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昨台南的健康路二段甲金华路口，有一台轿车准备要驶弯的时阵，车的前轮刷去掉伫一个坑内底，袂停袂动。台南市政府表示讲，是因为暗坎上过漏旧漏水，甲路基拢冲掉，经过抢修，昨半暝已经恢复通车，嘛无人受伤。 这个红色的轿车，伊正前轮落尾一个甲恁仔边大细坑，坐伫车顶一对翁仔某两个人拢惊到。我这个内底啊，我也准怕嘞嘛，因为我惊起来啊，应该是那一个地基有点高。我跟你讲，它上面的时候就动下去了，是停止没有动。啊，如果说我有动冲过去的话，我会更严重的。 拄好动红灯，准备要倒弯，所发生这种代志。台南市南区健康路二段西向往金华路路口的点仔甲路面落一坑，正拄好是下班时间，和后边的车牌甲路长，警察赶紧来指挥交通，每2点半钟才甲车刷走。我们在研判老旧的箱涵可能有一些漏水，那就会造成这个路基的掏空。 敢若因为台南最近接落雨，或者是路基和地下水晓甲空气，才会突然间出现这个坑。台南工务局甲水利局也无找到真正的原因，也调查是毋是有地下伤痕，或者是水管破。工务局等相关单位赶紧派人抢修，已经伫15暗10点35分，甲路面铺平，确定安全了通车。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高雄前金区自强1路，昨午附近一个长的起的建案，去造成边仔7栋厝透天厝起去。土木技师工会鉴定讲，这7栋厝已经是危楼，要赶紧拆掉。昨嘛已经先做处理。市政府表示讲，若是确定讲暂时安全无问题，今仔日和民众登去摕物件。住伫遮的20个人，嘛拢先安排去住旅馆。建商表示，因会负责。 吊车甲钢条吊起来，角度算好了后放入去，甲这个厝形成直角的三角形。互歪起的厝除了怪树以外，搁再加2个支载的所在来保持安全。15时继续来监测，若厝车起的角度规持在1/19无搁增加，就使互民众登去厝的摕物件咯。一个监测到底有没有再继续有变化？没有变化的话，大概明天早上我们的住户就可以进去说必要的东西可以带出来最明天早上应该都可以的。那晚上当然我们不认为晚上进去比较好，因为没有电了市府车建筑土木家结构技术工会共同会勘了，发现这区的地层地下水文较复杂，下面属粉质的土壤，土层较软，施工的难度较悬。推广是施工时无预防地下水真紧就溢入来放落去，而造成徛家遭到毁损。我新建啊边仔这7户列做危险的厝，后小伫拆除，也撤离20人，管制人员来出入。因过互撤离的民众，有的人连高血压这药啊拢袂好摕，更加毋甘住40年的厝受到毁损，就算无法度入去，嘛要转来现场关心。没办法就要住在外面就是重建而已等到他们这边地下室盖起来，再来才可以做说实在很不方便临时突然被撤离，只能带个行动电源。受到安迪的民众拢住伫咧徛街附近的旅馆，建商负担旅馆的费用，也答应啦7户拆掉了后，住户需要安迪来负责。不过有住户建议住伫咧政府的社会主体，以免一直爱搬厝。市府是欢迎民众提出需求，拢会参考并且予伊协助。记者综合报道。起厝煞造成车路逼开，搁毁掉边仔的厝，昨建商嘛甲厝主协调，建商讲因一定会负责。 也毋过共款，这个工地伫今年的3月嘛捌造成车路逼开，半冬后搁发生愈严重的事故。有民意代表就质疑讲，市政府拢无监督管理。 90度鞠躬向住户表达上大的失礼，是讲造成路面逼起，连带使得7户民家变危楼。建商答应会负全责，也毋过除了列为危楼的厝之外，也有几啊户民家损坏。太路落到龟头骹，地板歪起，铁门关袂起来，边刷位会当看到另一个空间。够强的话，你还敢住吗？当然不敢那个整个都变形啦。我比较想要就是出去先租房租房再说。 民众讲唔敢住，也毋过市府回应，专业技术鉴定主结构无问题，会当透过修缮复原，会协助求偿。我们在这个所有地盘全部都稳定之后，会全部从这3项全部
所有的服务范围的住户，只要你们提出，我们全部都监测。警方强调，会负起全部责任，只要民众提出需求，经过专业鉴定，拢愿意赔偿。也毋过无毁损的厝，这2天却因为停水无水通用，爱摕水桶接地下水真无方便，也讲会关到放弃，也是路边闭气的情形佫发生。会啊，烦恼是会啦，但是嘛是爱红利解决啦。要求公务局对相关的这个建商进行最高的行政罚则，我也下令移送法办。市长陈其迈讲谈话，要将建商移杀法办，也国民大业质疑市府监督不力。什么问题？讲出来啊！不要再像陈忠诚一样，要是推，要求这个厂商一定要做好这个赔偿跟安置的责任啊。市府回应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协助受灾户，也毋过头一摆的协调会无讨论到赔偿金，将第2日举行第2摆协调会。建商的工地若想要复工，爱伫市府甲建筑结构3大技术工会的鉴定安全无顾虑，佮加住户赔偿达成共识之下，才会当复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国内总增加15590例本土病例，有22个人死亡，33个中重症。国内嘛出现头一个 BA.4 的本土病例另外 BA.5 的本土病例嘛一口气增加33例。指挥官王必胜是表示讲，2礼拜后可能是高峰，一日有可能会有6万例。另外，对9月初1开始，民众入境的3加4后壁的4天，是当登去厝邻隔离。咱国边境检疫放零，疫情指挥中心宣布，9月初1起入境维持3加4检疫天数，也毋过后4天自主防疫期间会当登去厝一人一室，也毋过袂当住一般旅馆。1人1室的状况下，尽量还是要遵守这个防疫的规则，不要跟家人这个接触共餐避免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家人。虽然边境豆豆开放，也毋过国内Omicron变异株疫情也慢慢升悬。指挥中心公布最新定数结果，北中南1窟仔检出33例 BA.5 本土病例，甚至还佫出现头一个本土 BA.4 个案，是北部35岁男性，包括带做伙的家庭在内，有4个人阳性确诊，疑似家庭群聚事件。感染管犹太厘清，全台 BA.5 占比也来到15%。那他单位同住家人，我们都有这个在安排做一些采检。如果说 CT 值够低的话，就病毒量够高的话，我们也是会后送来做定序。指挥中心表示，目前社区继续监测 BA.4、BA.5 疫情，有高上紧2礼拜了后会升悬。若以模型来算，上严重的时阵，单日恐惊6万例确诊，上加有估是每天增加3万例。各种的这个模型都有了那预计如果是比较严重的状况，可能会到这个每天6万人左右那这个比较低的推估大概是3万人。在新冠本土疫情方面，15拜一增加15596例本土病例，中重症有33例，是104天以来新低，死亡有22例。重症个案中有1个是6岁查甫囡仔，并发免死死，也咧住院治疗。所以呼吁家长伫后一波疫情来的时阵，赶紧带囡仔注意疫苗，以降低感染甲着病了后的并发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第4回快筛实名制刚开始，一个人一届上侪当买2份，计共10支专家是预估秋天佮寒冷疫情会佮热起来，所以呼吁民众都爱赶紧去注疫苗。台北市政府嘛提供去厝邻注预防针服务。核对身份甲资料，再搁接受医师的评估，确认无问题了后，就去边仔排队听候。下晡台北市承德市场内未少民众来排队注疫苗。早一点打嘛，他们就讲比较不会有重症，很厉害，蛮厉害的。今天就来打第4剂。因为国内专家而且秋冬季疫情的反抗，为了提升保护力，台北市也推广65岁以上的长辈注第4剂。除了坐车用邮件通知以外，也延长医药平台服务时间，提供联医院外门诊部、病院的特别门诊现场挂号，也可会当到厝、到机构，也甲集团来做。从工位学上，很可能在9月上旬洪峰要出现，该打都要打。我的目标是不可以低于90%，低于90%的列为今年这个评鉴的项目。另外，国内第4轮快筛实名制15礼拜一开始卖，这届无同是每人上侪会当买2份快筛剂，一届买也是分开买拢会使，一份内底有5支，同款卖500块。另外，0至6岁学龄前婴幼儿，另外会当免费领1份5支快筛剂。因为听说8月可能会再创高峰嘛，所以想说备货囤着，以备不时之需。根据回报的话，
到早上11点为止，那是卖出了9449份。好，那另外0到6岁免费的这个部分也领取了6952份。王必胜表示，快泰是名在第4轮实施第1天，整体特殊良好，系统也正顺，即卖会当买2份，民众会当因应疫情来提早准备。另外，127万剂 BNT 幼儿疫苗会伫这个礼拜会到到啊，到台湾了后先进行检验，一定后礼拜开始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这2天天气拢差无偌济。过到中南部大台北地区，各地山区会落雷公雨，中南部部分所在有可能会落大雨。各地温度大约拢是32度到35度。咱来看温度，今仔透早西部有落淡薄仔雨，东南部阁有恒春半岛，爱特别注意规工拢有可能会熊熊落雨。过到中南部阁有大台北地区，各地山区会落雷公雨，尤其是嘉义以南有真侪所在拢会落雨。伫温度方面，各地温度大约拢是32度到35度，东部有可能会到36度，花莲唱国嘛有可能会到38度。昨伫台东的富原就出现38度半的温度，紫外线嘛拢真强。今仔同款嘛是真烧热的天气，所以观众朋友都爱特别注意。咱再来看基隆长的欠水哦，特别是信义区甲中正区较严重。基隆市长林佑昌昨有去水头来了解情形，欠水欠几啊天，部分民众的厝邻阁停水哦。自来水公司也赶紧来派出水车，互民众来提水。拍开跳水池的铁挂，往内底看。水强要打底，就算消防车会甲压水管有慢慢灌水入去，不过对这个社区250户居民来讲，算是无够。正伫8月以来，基隆水情正热，平和由正常的南丁转为较暗的青丁，信义区甲中正区的部分高地区域欠水严重。利用消防车的这管路的压力，把它水打到我们福海宫这个后面的这个蓄水池，60吨的水上来，几乎每一天都要再重新，隔天就马上要再补上来，不然的话还是那个缺水的。基隆市长林佑昌15早起，先到江水水源的新北市空啊寮坝了解水情，下到搁到基隆信义区的高地区域的社区视察江水情形。水车是陆续将社区水塔暂时灌满水。这个社区部分住户欠水真侪工，逐工拢爱灌水桶灌水，民众真不满。我第几天？6天了，明天就头7了。灌水入去的时啊，伊这台车来讲吼，这栋的人洗一遍衫都无够啊。可能在月底大概8月26号之后，可能有一波的锋面有降雨，才有办法来解决这一个旱象。民众批评社区一到热天水拍不起来，造成欠水的情形。长期存在也无看到相关单位改善。也不过基隆市府表示，这摆欠水的原因是台北嘉山区真久无落雨，造成空啊寮坝入水量减少，已经甲水公司合作加强改善供水。特别是8月22、23这2天爱注意讲菲律宾东边这个地气压伊的发展。各地面对连日高温，无雨欠水，气象专家表示，29、24、5号西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南山低渐性雷阵雨，也爱观察23会伫吕宋岛东方热带性低气压形成的状况，甲后续刷动的趋势。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联合报。中国四川当局昨公告，讲为着电网的安全，要先暂停所有的工业用电，所以对8月15到20工厂放5天的高温假。因为四川的重庆甲成都有真侪电脑工厂，厂商是真无奈。再来看中国时报。因为极端气候，热人是愈来愈热，时间嘛愈来愈长。台电内部建议讲，提前伫5月份开始，就用热人的电价来算电钱。对5月份到9月底是比目前加增加1个月。经济部的处长嘛是台电的代理董事长詹文新是表示讲，未来应该会安尼做。再来看自由时报，有一个越南的移工甲3个同伴做假的中华民国的居留证、身份证、跟健保卡等证件，来帮助移工伫台湾找头路。移民署指出了，东外一死的嫌犯做出上千张假的证件，赚将近1000万，嫌犯嘛已经移送法办咯。再来看柬埔寨诈骗，今年顶半年有340个民众来讨救兵。
行政院要求警方要爱赶紧来调查，也来进行海外救援。昨暗时有9位本地会防未去缅甸的受害者，对泰国防送回来台湾哦。后来发现讲，其中一个其实是诈骗集团的成员。最近嘛有愈来愈多受害者出面来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的诈骗手段。在这里向各位村民宣导，近日国人受诈骗集团诱骗。屏东警方到原民部落宣传反诈骗，因为经过清查，去年10月到即嘛，原来有27个人出国去柬埔寨，其中14个人是原住民青年。有家长就证实，囡仔捌互人骗去，好佳在已经平安回来。就是朋友，就是可能会拉一个，所以我觉得朋友的话还是不要去听信，只要是说去出国玩的那种话。我觉得都不要相信，都是骗人的。彰化有姓谢2兄弟啊，投资虚拟货币变做人头户，搁签借条，互诈骗集团逼去柬埔寨工作还钱。登记前，互警方拿查解救，到即嘛也搁心惊惊。要我们去柬埔寨替他们公司工作4个月，才愿意把借条跟报案条还我们。不配合或报警，就要对我们家里的人不利，甚至扬言都要杀死我们家人。因为柬埔寨工作诈骗案件真多，行政院已经执行各局合作，即马也开始进一步跨国救援。刑事局10时接到泰国政府通报，有12个国人互人转卖去缅甸，伫泰国去互警方查落来。驻泰代表处查证，研判其中8个人可能是人口贩仔的受害者，另外1个人是共犯，有3人无愿意回来，怀疑是集团的成员，暂时留伫泰国。这12名国人当中，初步鉴定有9名可能是有被害人的身份，那其他有3名可能是非被害人。那这3名他们目前不同意返台。已经在国外的机场拦截，有救回来，同时也已经在法院拘押6个人。我们就是1救回，2详查，3追究。行政院下令警方严办铁闸，按过根据外交部统计，今年顶半年有6400多人前往柬埔寨，目前拢总受理340个人求助，恐惊也阁无查到。最近根据外国媒体报道，泰国警方拘留一个姓谢的中国生理人，涉嫌经营非法教场去互国际通缉。全球反诈骗组织是指出，伊原来是缅甸 KK 园区的物主之一，按过案情也有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昨经济署长黄明昭嘛去桃园机场视察，因为这款国外诈骗案要靠官方救人有困难。昨国民党3个立委甲相关的单位嘛飞去柬埔寨，甲当地大商来见面，讨论讲安怎会当透过民间的管道来建立救援的机制。航警抓到牌仔顶头写着，请旅客爱注意去海外工作的骗局。最近常常听到国人互人骗去柬埔寨，遭受到非人道对待代志。行政署长黄明昭早起到桃园机场，针对柬埔寨的代志，问困务执行的情形。伫这群半个月期以来，已经成功甲26件案件查来。这26件呢，有一个部分呢是我们配合刑事局专案，就是他们得到情资。那另外呢，我们在现场观测有可能潜在的被害人，而去做关怀提问，而成功拦阻下来有14人。从7月底到昨天为止，拦阻的件数呢，总共是26件。警方一直宣导有防民众被骗，但阁有国民党立委认为政府做的也无够。南兄3位立委陈正谦、洪明凯甲吴思怀，以国会外交名义，15到柬埔寨甲民间团体讨论救援的代志。台湾民众在柬埔寨受到诈骗的状况，大家都非常关心，也因此这次利用国会外交的名义前往柬埔寨来做了解以及进一步的沟通。由受害者的家属质疑政府无作为，有国民党立委讲，警政署接到300多位受害报案，警方对去柬埔寨民众的家属进行访视了，发现也有100多人无报案，乌数真多。我们现在从 NGO 所提供给我们的资料，我们恐怕2000个、3000个、4000个台湾人，现在正沦落在柬埔寨。国际合作、两岸合作。其实，在案件上都具有高度的困难性。这个部分是我们警政署一定会做，也已经在做的。国民党团要求政府跨部会合作，有更加积极的作为，阻止柬埔寨诈骗。也建议警政署应该针对去柬埔寨等国家的国人，
透过事先的审查，互因缓冲时间，以免个人搁再被骗。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病毒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亿9千万例，死亡的人数超过645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拢总是增加15792例，目前已经超过490万例。日本是超过1500万例，韩国嘛超过2000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法国。美国已经超过9400万例，印度超过4400万例，法国甲巴西拢超过3400万例。伫欧洲迄边哦，英国是超过2300万例咯。咱再来看英国昨已经批准美国的莫德纳公司将对变种病毒设计新配方的疫苗。这款疫苗对新冠病毒、原始的病毒，佮目前主流的奥密克戎等变种病毒拢有效果哦。英国嘛是全世界头一个批准这款疫苗的国家。英国药品监管机关、英国药物加保健产品管理局有条件批准美国生技公司莫德纳生产的次世代2价疫苗，讲这种疫苗符合当局安全、品质加有效性的标准，会当对抗原始病毒株加 Omicron BA.1 变种，核准用伫大人的追加针。It gives us another piece of armoury, really, another tool in the box, so that we can go after it and make sure that we're protecting the British public over this autumn and winter when they get their boosters. 次世代2价疫苗的副作用甲原始版本疫苗差不多，是温和人体当承受的。莫德纳公布的临床试验结果，加强针自次世代2价疫苗的中和抗体水准，比自原版加强针悬 1.75 倍，也产生较侪对抗其他病毒株的抗体。The beauty of the messenger RNA technology is that we can change that information molecule part. We can put more than one information molecule in. So you've got 2 information molecules there, one targeting the original strain and one targeting the Omicron strain, both in the same vaccine. 英国也未决定将次世代2价疫苗用伫咧设计所宣布的一项疫苗加强计划。迄当阵规划每一位50岁以上的族群会伫咧秋天做加强针。即马莫德纳已经传好几落百万剂次世代2价疫苗会当出货，也有其他的国家也会批准。譬如讲，欧盟、美国拢已经有针对 Omicron 的注射计划。公司新闻吴明编辑。再来看非洲肯亚的选举委员会昨宣布讲，现任副总统鲁托摕到过半的票数当选总统。也毋过反对党的候选人欧丁加的支持者是上街头抗议，因不满讲初九投票昨才公布结果，嘛质疑讲过程无透明，嘛有几啊位选委会委员无承认鲁托选赢。Hereby declares that Ruto William Samoei has been duly elected as the president. 肯亚选委会公布总统大选的结果，现任副总统鲁托摕到美加718万张选票，得票率50.49%，拍败对手欧丁加的694万张票，48.85%的得票率。鲁托的支持者听到胜选，走去落去庆祝。We are supporting him because he's a guy who understands our country at large. He knows what we want. He knows that those people down need to promote themselves to come up. That's why he promoted the bottom up. 这边总统加国会一个地方的选举伫咧初九投票，选委会计票的速度真慢。再加上肯亚这几年不因为选举的争议引发暴力，所以选举结果一出，反对党的支持者真生气，有人伫咧路的示威、烧车链啊，警方下催泪弹赶人。They hack the system and they don't want to give transparency. They don't want to give a transparency of this election. We have intelligence and reports that their system was penetrated and hacked, and that some of the IEBC officials actually committed electoral offences. 欧丁加顶赢指控选举作弊，伫第三结果公布之前，肯亚选委会7位委员内面有4位讲无法度认可鲁托胜选。We cannot take ownership of the results that is going to be announced because of the opaque nature which these results have been handled. 美联社报道，候选人或者是其他人士有7天的时间，会当对总统大选的结果提出任何质疑。肯亚最高法院会有14天的时间做裁决。公司新闻郑伟玲、吴继昌编辑。
继续来看肯亚唔那政治无平静，民众的生活嘛真艰苦。有一寡真善者的民众无钱通买火炭，烧塑胶袋来煮饭，唔那真臭嘛有毒，对健康伤害是真大。肯亚首都奈罗比一个粪扫场有袂少人伫遮冰来冰去，伊并毋是为了资源回收，而是收集塑胶袋啊。这塑胶袋啊，摕转去平平开了后，普遍用来取代茶炭、香火煮饭。Motornya na odie teori to hita todo na ginya mabesa sia makaradio naga. Joka agaruga na makonia ne modo to kota ko udam ping site ne. Gatuika uka kurugira sia na mo. Ri uduria we ho. 明知影烧塑胶袋无健康，当地民众为了食下饱，亲像无别项选择，连餐馆为了节省成本，也改买俗的奶酪袋做茶烧。Ini sa kupiga hiyo tu fai. Nilianza kupigana hiyo marondo, nilikuwa napigana kuni mbele, lakini nikaona nini kuni imepanda, nikaanza kuona hiyo marondo ni nzuri. 肯亚这个贫民区原本卫生环境就差，艾滋毒品甲暴力现象真济。不过最近全球性的交通防护问题更加严重，当地电了贵2倍以上买袂起的善者人，只好改用塑胶袋取代。不过专家警告，烧粪扫袋所产生的气体对人体危害真大。 An example of the gas that is produced is actually dioxin, which is very dangerous and toxic to human body. It predisposes an individual to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such as lung cancer. It causes skin rashes because the gas is easily absorbed through the skin. It can also cause lack of oxygen and fatigue, and therefore dizziness and headaches can also be witnessed by the people who are exposed to this particular gas. 除了有害人体健康，环保专家也指出，烧塑胶产生的乌烧烟有二氧化碳、加沼气等几啊种的温室气体，会对全球暖化造成冲击。肯亚贫民区的居民迫于经济压力，改用塑胶袋煮饭，所爱付出更加悬的代价。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 来看，流经过波兰甲德国正重要的河川奥德河，之前有真侪鱼仔汹涌死亡。主管机关验出讲有重金属的污染哦，也毋过到底鱼仔死亡详细原因，目前搁会调查。 位于奥德河东岸的波兰小镇斯乌比策甲西岸的德国小镇斯维特，包括民众甲警消环保单位的工作人员，拢咧步行将河边甲岸边死亡鱼群的尸体收集起来，随后集中送往处理场。根据德波两国政府累计统计，一礼拜内已经收集大约10吨的鱼仔尸体。当地时间14礼拜日，两国的环境部长伫奥德河挖出海口的城市斯塞辛召开记者会，说明相关的工作进度。 W związku z tym, że nie wykluczamy nadal wariantu substancji toksycznych, co może być związane ze sprawcą, który tą substancję do wody wprowadził, zależy nam na szybkiej identyfikacji potencjalnego sprawcy. W związku z tym została ustanowiona nagroda w kwocie 1 000 000 złotych dla osoby, która pomoże nam tą identyfikację przeprowadzić. 波兰偏向认为有人调港岛有毒废弃物，不过德国看法较保守。说伫波兰登堡的实验室检测发现，除了水银含量真悬，河水中扬真侪的盐分，也可能造成鱼仔大量死亡。 Zum Zweiten eben auch bei dem Forttreiben der Laboranalysen und dem Identifizieren des Verursachers dieser Umweltkatastrophe und drittens den Schlussfolgerungen für verbesserte Informationsketten für die Zukunft. 德国进前怪波兰方面，伫事发了后无第一时间通知德国，显示双方的沟通管道出问题。另外，因为需要为150样本中检测300种可能的有毒物质，所以实验室的工作由原来进行。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先来看乌克兰甲罗西亚，嘛伫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来进行攻击。外界正烦恼讲核电厂的安全，也毋过双方拢指控讲是对方先发动攻击。罗西亚政府今仔表示讲，国防部会甲联合国秘书长来通电话，讨论核电厂的安全。再来看，因为出版《撒旦诗篇》，互伊朗出8万美金对杀的作家鲁西迪，12伫纽约红台荡伤。外界质疑讲，这甲伊朗政府有关系，也毋过讲伊朗政府是好人，佮讲应该爱怪鲁西迪家己甲伊的支持者。特别落台的英国首相强生是批评伊朗政府的态度是真含糊。
再来看阿富汗东部最近做大水，造成至少29个人死亡，有真侪厝拢毁掉。伫巴曼省哦，都有大约100个人失踪。救援队已经的抢救物资嘛已经送到灾区了，望讲会当赶紧来找到愈侪人。再来看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基将带团来台湾访问，昨早起嘛甲总统蔡英文见面，过去立法院拜访。访问团强调讲，要甲台湾做伙来捍卫自由民主价值，嘛有讨论讲美国对台湾的战略，你也是认为战略应该愈来愈清楚才好。也毋过，那也是惊讲两岸的情势真紧张，认为战略嘛是较模糊、较无章。美国空军的行政专机15日下晡3点45分飞离开松山机场。美国参议5名参众议员结束不到24小时访问台湾的行程。这摆成员包含民主党籍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马基、众议员加勒曼蒂、卢文索、贝耶，也有共和党籍的众议员罗德维。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湾访问了后，2礼拜来，阁有国会议员组团来台湾。总统蔡英文也接见访宾。蔡英文当面讲到，中国伫台湾的周边来军演，严重干扰区域的和平甲稳定。台湾和美国一直是共享民主自由价值的坚定伙伴，我们希望继续深化和美国的合作，共同维持印太区域的繁荣及稳定。My support for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has only strengthened in the more than 40 years since that important vote. 美国访问团也到立法院拜会外交甲国防委员会立委，双方针对台美关系、区域安全甲军事现况这议题来交换意见，不过并无讲到具体军事项目。听讲会中美方人员帮问立委，美国对台策略应该采取清楚，也是无清楚的策略。美国对台的战略模糊是否应该调整，走向战略清晰，让中国清楚地认知到你对台动武。美国的红线在哪里？那以及中国要付出的代价，他无法承受，而且会战败啊。战略清晰的话，那表示说美国对台政策将会从有条件的防卫变成无条件的防卫，是不是符合美国利益？这个是美国自己要做考虑。马基伫推特发文章讲，此行美国重新对台湾的支持，鼓励台海稳定甲和平。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学者甲来疑讲，有计年底前也有另外一个国会代表团会来访问台湾。台美的关系升温，最近会启动的台美21世纪贸易的倡议谈判。政务委员林正中也透露，台美未来几天会启动谈判，希望年底有小范围的成果，明年希望完成谈判，终极目标是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会议员来台湾访问，中国又个随宣布讲，东部战区要对8月15开始，伫台湾附近的海空来进行战备演练。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讲，全世界对台湾关心支持的国家，咱拢真欢迎，袂去管歹厝边公东公西。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7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团来访问，中国继续派军机侵扰咱北部、西部甲西南空域，加进前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带团来访问真不满的军事做法同款，各发动实弹射击演训。북海海峡为12至18、10点，黄海海峡为15、8点开始到21的18点，想要对咱国家美方施加压力。美参议员马基一行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美国少数政客与台独分裂势力沆瀣一气，妄图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练，就是对美台勾连挑衅的坚决回击和严正震慑。另外，中国军机军舰也为这个月军演开始超过海峡中线，为8月7日公布开始公布强机超过海峡中线，加进入西南空域数量了后，到15日下晡5点，总数量是136架。而且，逐天拢超过10架。咱国目前因应方法是以较侪战机加舰艇伫中线附近牵制对方。另外，中国军演也公布未来可能对台动武的战法。根据了解，咱军方同意这项调整相关防卫战术加备战的能量。我们对于全世界对台湾关心支持的国家朋友都热烈欢迎。我们不容恶邻居说三道四。
经过中共这一次的军演之后，我想未来台湾的这个不对称兵力的发展会更加的就是明确，特别是机动型的防空飞弹，可以有更高存活率以及更灵活的部署。未来台湾的防空还有反舰的能力，就是一个不对称兵力的主角。各界分析，中国未来若早入侵台湾，第一轮可能发动导弹攻击重要军事甲基础设施，所以对咱海空防守。学者认为，会当移动的防空甲反舰飞弹能量是防卫关键，也是未来备战重要方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市长的选举，林志坚退选，换郑文平参选哦。有风声讲，前民进党立委陈宝清要来参选。陈宝清是表示讲哦，不管是换人选还是党内初选，伊拢无感受到民主。国民党的参选人中山正就讹了陈宝清，假讲真话。民进党的赖香林嘛认为陈宝清真冤枉。选举看板也阁挂条的，同期民进党议员边起来也是林志坚，论文风波冲击真大，民进党赶紧换人，改由立委郑文平来选。不过今嘛传出前民进党立委陈宝清真有可能脱党参选。走了一个抄袭的，又来了一个挺抄袭的，很多人要我参选，我陷入了天人交战，内心非常的痛苦。毕竟民进党是我多年付出疼爱的党。结果出来一直到现在，其实他的动作跟行为都没有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形已经持续很久了，所以我并不认为他是所谓的变数。陈宝清表示，换人选也是跳过初选，两届提名连一点仔民主的车尾顶都看无，真伤伊的心。到底是毋是要脱党参选，真两难。换人了后，当选前进入新阶段。民进党立委黄世杰对当选前有信心，不过若是陈宝清脱党参选，恐惊原来会扭走郑文平的票，对手会变做更较好选。郑宝清前一阵子在民进党内仗义直言，不畏惧压力，我对他非常钦佩。如果他要出来的话，我尊重他。一直没有初选的机制，让他心里面愤愤不平。到这次换监之后，也没有再采取说更公开、公平的方式。我认为他是被2次受伤的一个资深党员啊，也为他抱屈。确定选桃园的郑文平头一个礼拜无公开行程，互人讲这是选举策略，也引起讨论。郑文平15暗要出席西雅会交接典礼，伊伫面册写文章讲礼拜要落南去高雄探望丈人丈母，转换身份爱当面向长辈报告，佮讲感谢大家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长的选战哦，参选人嘛阁继续针对内湖交通问题后续你一句我一句。另外，针对国民党的副主席谢立言，伫台海情势紧张的时阵去中国访问，黄珊珊就批评讲时间点无妥当，就是去导航。但市长嘛讲到双城论坛举办的时间点嘛真有问题，也毋过蒋万安是讲双城论坛是为着两岸交流，毋免故意徛这个活动。野乡参拜，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行程真满，为内湖交通政策拿力白有真侪个对象。陈时中讲批评政策爱有脑筋，也互人解读是伫呛里长无脑。对只有蒋万安口舌极大的官威，陈时中对这句话有意见。不过对于好大的官威这句话就蛮有意见的哈。我现在只是一个努力的在寻求大家支持的候选人，我没有任何的官职。好，那倒是哈，蒋先生现在是立法委员。选前话题又热起来，还有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访问中国效应，黄珊珊加强火力，再多批评时机无适当，就叫导航。但是中国赞声讲马了真好，不过也批评双城论坛无应该伫共机绕台时阵举办。不需要刻意曲解民间要协助台商台生的心意。其实台北市政府也一直在举办跟上海的双城论坛，我想也就是希望能够两岸之间维持一定的交流跟对话。然后郭文哲当作接班人的黄珊珊，到今嘛也未宣布请辞参选，互那亚议员批评霸占市政资源。实质时间点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不会为了选举然后耽误我的工作，所以我先会把我的工作做个告个阶段。因为现在蔡副市长在生病。若是蒋万安提出就网络医药公车证件，台北市长郭文哲坦白讲这无实用，佮讲若做要安尼做，去坐客人车就好。不过蒋万安声明讲，政策创新若做因为负面影响，就放弃改变，安尼就未进步。伊佮讲，伊会重视批评，会甲政策制定得更加周至。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台东的太麻里最近金针开花咯，也毋过花期是比过去慢半个月哦。今年种金针的面积也少真济，佮加上采收的工人是真欠缺，真济农民哦拢已经改种其他的作物咯。海拔1000多公尺的太麻里乡金针山忘忧谷，即马宣布开满金色的金针花，吸引不少游客来赏花。也降到6、7度，加介舒服。之前都是去60担山，可是不知道金针山也是这么美。以早台东的金针花伫8月初就开满金针山，不过今年已经到8月中啊，才伫高海拔山区看到农民讲，去年甲今年的天气伤好，欠雨水，金针花期甲采收期变短，加上找不到采金针的工人，金针的收成哪来无好，原本山区有10多户的金针产销班完，即马剩一半，其他农户拢改种别项的作物，已经看袂到规山头金黄色的金针花海。因为花季比较慢，所以花少人也好像相对比较少一些，对，所以会感觉到比往年还比较暗淡一点的。即摆要请工人较歹请，所以即摆为拢放弃啊，无咧做这金针行业啊呢。县府统计，11年前台东县金针面积也阁有200多公顷，即马只剩50-60公顷左右。为了挽救金针产业，太麻里乡公所今年特别提悬金针受气候影响欠收的补助，每公顷会当补助10万。8月27日也要伫金针山举办加油音乐节。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山野哦，世界真有名，即马有真侪改良的品种，亲像是下雪、甲蜜雪哦，这个互人讲是山野界的名牌。也毋过今年因为气候，遮的产量哦，拢只剩过去的3成尔。人讲山野界 LV 的下雪，融合爱文幼绵绵的口感、金黄的甜度，也阁有土山野的芳开，是近代改良出来的品种，真受到民众喜意。它那个汁很多。然后它就是有带土芒果味道，然后它又没有那么多丝，然后肉就是多，然后甜度也很够，香气也很香，这样子。第一个土芒果，我们原生种的土芒果，接下来爱文，接下来金华，3个的综合体，综合在里面。另外，也有以下雪做基础改良出来的蜜雪，嘛是 Q 搁甜搁带一丝啦花香的品种。嘛，互人讲是山野界的香奈儿、下雪甲蜜雪这2个品种，拢因为产量较少，价值拢较悬。它叫蜜雪，它的风味是爱文的进阶版，它的香气很浓，然后口感上很软 Q。那今年因为开花期拄着寒流，雨水嘛落了较济，产量敢若剩应过3成。而且下雪甲蜜雪较袂抗质，农民嘛有加做加工品，互下雪甲蜜雪丰富的滋味会当冻较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即马大部分拢是用茶来焙茶米哦，咱来看南投鹿谷有一个要80岁的茶农，伊到当哦，佮坚持用营养炭来焙茶，虽然食了时间佮够工，也毋过用炭焙出来的茶，芳开佮有落后的口感拢是介好。因为用炭焙茶真辛苦，伊嘛真烦恼讲技术会失传。先用营养炭起火，甲烧甲红红的炭降火热，维持炉仔内底结构稳定。烧落来爱铺火敷，安尼温度才会平均。过来师傅就爱顾炉仔的温度，至少半点钟烧茶米一解。安尼一步一步念过1担米仔尔。不过师傅就爱顾3点钟到10点钟遐久。所以我坚持伫做起啦，到这个要80吧，我一直拢用炭，零件炭，焙起来正迄个茶正品质水正较好。但是要焙好水跟冷较甜哦，时间咧真久啦。这个少年仔拢无爱啦，炭焙焙出来茶，放会久。你用电来焙，口音绝对袂晓好诶。茶农老重心自16岁开始做茶到今，即马已经80岁啊，一直坚持用营养炭焙茶。因为炭焙出来茶米吸收营养炭的芳开，茶水落后的低温拢是电焙茶绝对无的。不过炭焙毋能考验师傅的功力，了时间过了工，产量过少，侪做茶产业的少年人拢改用电焙茶，安尼才会紧。不过安尼落去，炭焙的技术恐惊会失传。其实炭焙甲电焙伊的口味是绝对无同款的，那个要大量生产就比较困难。但是如果能够维持炭焙
或者是维持讲咱的手工的做法，伊的顾客一定会投会掉啦。虽然用炭焙茶真辛苦，不过老重心对伊的茶真有自信。真侪内行的人客专工来找伊买，老重心毋忘伫咧身体也会堪力的情形下，继续培出传统的好滋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传统艺术中心甲维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合作举办音乐家陈树迪过身30档的纪念活动哦，用展览、演讲、和音乐会，要互民众重新来认捌这位对台湾影响真深的音乐家。优美的合唱歌曲作曲家是陈树迪，1911年出世，是台湾第一代的钢琴家。所以伊个是西洋的技法，啊，不过伊的主要的旋律可能会掺一寡五声音阶，安尼咱的耳朵听起来就感觉讲，哇，这就是咱会当接受的物件。今年是陈树迪过身30周年，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特别举办音乐会、演讲甲展览来纪念陈树迪。陈老师谱写台湾第一首合唱曲叫《上帝的羔羊》。好，那么呢，还有创作了呢台湾呢第一套钢琴组曲《台湾素描》。陈树迪在生的时阵，经过无同时代，踮过无同所在，展览嘛特别点出伊使用无同语言的笔记。咱会当看到20世纪即寡文化人，因伫无共款的政体之下，伊爱用日文，伊爱用英文，伊爱用中文。啊，因为伊是升学教育，所以伊用白话字。陈树迪毋但是音乐家，嘛是牧师加教育家，担任淡江中学的校长25冬。伊的学生嘛特别出席活动记者会，向大家分享伊印象当中的陈校长。以爱的教育去启发学生智慧，并引导向上，这是我对陈世志校长最深刻的印象。今年8月到10月，陈树迪纪念活动会分别伫台北甲高雄2个城市展出甲演出。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澳洲这个月已经有66万公顷的土地被野火烧过，其中西班牙上严重哦。今年就发生388架的火烧山。另外，澳洲主要的河川，亲像是多瑙河、莱茵河，因为水位降甲真低，嘛出现可患的危机。暗时野火一直炭烧，冲到天边。西班牙蒙卡约山区遭到野火侵袭，对深夜炭烧到日时，救援的直升机甲消防车是拢出动来拍火。Pues la noche ha sido intensa. En estas circunstancias las noches suelen ser movidas porque es una emergencia que nosotros decimos que está viva porque no sabemos cómo va a evolucionar y entonces se trata de valorar las necesidades que hay, las personas que hay desplazadas para que sean atendidas a nivel psicosocial y a nivel de capacidad de poder estar alojadas, durmiendo, seguras y alimentadas. 另外的民众疏散到安全的所在，着急等待也是规暝拢无困。Sí, tiene una casa mi hijo ahí en el santuario y estamos viendo como que parece que no lo hubiera tocado, pero no nos deja ver ahora por el humo este que está aquí ahí abajo. Así que preocupados, imagino. ¿Y qué te parece? Sí, toda su vida está ahí adentro, todos los recuerdos, dinero. 根据统计，今年以来，西班牙已经发生388场的野火，野火加26万多公顷的土地拢烧掉，比欧洲其他国家拢也较多。欧洲这1个月来，已经有将近66万公顷的土地被野火烧掉。欧洲被野火烧掉土地公顷数已经创下对2006年有数年以来新高的纪录。专家提醒，更加接较长时间，真热天气就要来了。另外，欧洲也面临可患情形，多瑙河、莱茵河这大河的水位是严重下降。气象专家讲，欧洲因为句也无正常偏强，近2个月来拢无明显的雨雨，短期内可患情形难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北极的格陵兰岛，因为气候暖化，冰川拢翻甲真紧哦。因为已经断河，有真侪游客去格陵兰来看冰川。最近一冬拢有超过10万的游客，所以当地嘛按算讲，伫2024年会有3座新的机场启用。
伫咧北极宽150公里、格陵兰的一个镇康克鲁斯瓦格，是今年热天正热门的旅游景点。其中又搁以全程25公里，坐巴士去罗素冰川看自然景观的票卖了上好。科学家讲，北极暖化的速度是地球其他地区的2倍。目前正拄是冰川溶解季节。这座上悬的所在有60多公尺悬的冰山，也搁当存在偌久。照这摆办势看，无啥乐观。 When we were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glacier, indeed, of course, you see this glacier and you see that it's falling apart literally in front of you. Then, of course, you get a lot of thoughts about, are my children still going to be able to see that way? 冰川恐惊的武器这个消息，和格陵兰带来真侪观光客。2015到2019年旅客人数。 就自一年77000人，成长到一年要加105000人，要加是岛上居民人数的1倍左右。今年热天的旅客量，甚至又搁比2019年疫情爆发之前搁较侪。当地饭店业者讲，过去2年因为疫情，大家拢无法度出国耍，即马规定放零了，游客变真侪，因订房拢是满的。 It's very easy for us to see that it's so much busier than 2019 because we are almost full. Every day, so it's difficult to put a number on it, but we are really busy, and we can see because we are full, our restaurants are full, our cafeteria is full. 为了要消透庞大旅客量，格陵兰岛按算伫咧2024年会有3座新机场启用。不过对当地人来讲，格陵兰气候的变化，唔敢若只是短暂的热天季节而已，是大家拢爱面对的现实。It could be 34. And next day +1, and then it gets a little bit cold again. That's not what we are used to in here. It used to be stable, the same temperature, very cold in the winter. It's not that way anymore.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这回来看今仔日详细的天气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 华东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